3架車跌咗 D 組啊，Dog 組。尚算順利啊！呢轉都直路頭，直路頭小心！哇！你聲到圈喎，你咁樣兜翻轉頭，係嘛？哇！直路又嚟啊喂！有啲混亂啊呢組，而家暫時頭車阿楊、青 B 阿基、阿紅。係啊！大家執車嗰啲留意啊，四周啊，唔好淨係面前啊！哇！直路中，小心直路中。好清咗，直路中清咗啊！哇！左上角好多車啊！喂，嗰班3架，有冇人幫拖啊？喂，走開啊！快啲推完車走啦！撞腳啊！時間仲有3分鐘，暫時排名阿楊、偉仔、阿紅，頭2車已經爭咗8秒啦，咁2、3車都有爭6秒啊！應該呢個距離，如果冇意外嘅話，順利帶翻嚟都應該冇乜問題啊！嗱，呢個係 Dog 組嘅第2轉 final 啦嚇。直路頭啊，直路頭2架車啊，有冇人幫手執一執，阻住咗條 racing line 啊？係睇腳，小心腳啊！好，唔該晒。時間仲有2分鐘，暫時排名阿楊、偉仔、阿紅，頭2車係有10秒，接近11秒嘅距離啦。好 C 組嘅朋友都可以準備啦 ，C 組。好，時間仲有1分15秒，暫時排名仲係阿楊、偉仔、阿紅、阿柱啊，阿柱彈咗出嚟4車啊！ C 組嘅朋友隨時準備啦 ，thank you。頭車嘅阿楊已經帶咗偉仔12秒嘅距離啦，2車偉仔又帶開咗阿紅3車有8秒嘅距離啦，所以應該呢轉都暫時冇意外嘅話，都係油車可翻嚟就搞掂啦。同埋呢轉，啱啱場中間有2架車跌咗，會唔會阻住其他車呢？好，清咗，啱啱又跌多下。哎呀！好，時間得返15秒㗎咋，最後暫時排名都仲係阿楊、偉仔、阿紅、阿柱、阿基。做咩車 B？ 咁快？好，時間95分鐘啦，大家衝埋尾圈。
好，C 組嘅朋友準備啦，C 組。佢又跑埋佢啦，未完㗎。爭下大半強。OK， 全部完成。咁啊，最後啊，2揀1之下都係頭車阿楊，2車阿偉仔，3車阿鵬啊，4車阿紅啊，5車大寶強。